清晨的阳光穿过窗帘，台北街头传来机车引擎的声音。林阿姨像往常一样从床上坐起身，但这一次她感觉到头有点晕，脚有点不听使唤。她扶着床沿，心想：是不是我老了？如果你也这样想，我要告诉你，你错了。我是一位职业超过30年的神经内科医师。根据台湾卫生福利部的统计资料，30%以上的长者跌倒都是在早晨发生的，而且这些跌倒往往不是因为地板湿滑，也不是因为视力不好，而是因为一个你从来没注意到的原因。请一定要听到最后，否则你可能会错过身体发出的早期警讯。很多人以为早晨的头晕、站不稳是因为年纪大了，身体虚弱，但事实上，这是因为你的平衡系统，也就是负责让你稳稳站立的神经，网路在经过一整夜的休息后，暂时睡着了，就像电脑关机太久，重新开机时会有点迟钝一样。你的大脑、内耳前庭、脚底感觉神经，还有全身的肌肉，它们需要在每天早晨重新连线。如果没有唤醒它们，你的身体就会像一台没有校正过的机器，容易失去平衡。今天我要教你3个简单的动作，只需要5分钟，就能重新启动你的平衡系统，让你每天早晨都能稳稳地站起来，安心地开始新的一天。别忘了订阅频道并开启通知，以便接收我们提供的最佳健康建议。我想知道你是否正在关注这支影片。如果你觉得这个内容有帮助，请在留言区输入数字1，如果没有，请输入数字0，让我用最简单的方式解释给你听。你的身体里有3条非常重要的电话线，第一条是大脑，第2条是脚底的感觉神经，第3条是肌肉的即时反应系统。这3条线必须随时保持通话，你才能站得稳，走得好。但是当你躺在床上睡了6到8个小时，这3条线就像进入了待机模式，血液循环变慢，神经传导讯号的速度也降低了。所以当你突然坐起来、站起来的时候，这3条线还来不及接通，你就会感觉到晃动、不稳，甚至头晕。我常常跟病人说，血液就像交通车，神经就像红绿灯。如果车子开得太慢，或者红绿灯的讯号不清楚，整个交通系统就会打结。好消息是，这个问题是可以解决的，而且不需要吃药，不需要特别的器材，也不需要去健身房，你只需要在每天早晨用5分钟的时间，重新启动这3条电话线。这3个动作不是运动，而是一种神经唤醒训练。它们的目的不是让你流汗，不是让你变强壮，而是让你的大脑、脚底和肌肉重新记得，我们是一个团队，我们要一起工作。任何人都可以做到，不管你现在几岁，不管你的身体状况如何，只要你愿意，就能找回原本属于你的稳定感。现在，让我正式介绍这3个动作，我把它们称为平衡唤醒3部曲。这3个动作就像是你身体的开机键，每一个动作都有它独特的作用。它们会按照顺序，一步一步地唤醒你的平衡系统。第一个动作，原地抬膝 （Marching on the spot）。这个动作的目的是启动神经 GPS。当你抬起一只脚，
你的大脑必须立刻计算，现在只有一只脚在地上，我要怎么保持平衡？这个计算过程就是在重新启动你的平衡感应系统。第二个动作，左右重心转移 （side to side shift）。这个动作是用来校准重心的。很多人跌倒，不是因为脚没力气，而是因为重心偏移了。这个动作会教你的身体记住我的重心应该在哪里。第三个动作，反向提踵 （inverted calf raise）。这个动作是强化脚踝的防护网，脚踝是你身体的第一道防线。当地面不平，或者你踩到小石头的时候，脚踝必须在0.几秒内做出反应，让你不会跌倒。这个动作就是在训练那个反应速度。记住，这3个动作不是运动，而是重新连线，它们不会让你累，但会让你更稳。接下来我会一个一个教你怎么做，请你准备一张椅子或一张桌子，放在你旁边，当作扶手。我们一起开始吧。第一个动作，原地抬膝 （marching on the spot）。请你先站在桌子或椅子旁边，用一只手轻轻扶着桌面，不需要用力抓，只要让手指碰到桌面就好。这样可以给你一点安全感。然后慢慢地抬起你的右脚，膝盖弯曲，让大腿稍微往上提，不需要抬得很高，大概离地10公分就可以了。保持这个姿势，数到3，然后慢慢放下。接着换左脚，用同样的方式抬起来，数到3，再放下。左右脚各做10次，总共20次。做的时候，请记得用鼻子吸气，用嘴巴吐气，保持呼吸的节奏。请靠竹桌边，不要逞强。如果你觉得站不稳，可以把手握得紧一点，或者把脚抬得低一点。重点不是做得完美，而是让你的神经开始醒过来。当你抬起一只脚的时候，你的大脑正在接收来自脚底、小腿、大腿的讯号，它在计算现在重心在哪里，我要怎么调整才能不跌倒。这个计算的过程，就是在重新启动你的神经传导系统。每一次抬脚都是让你更稳的一步，不要小看这个简单的动作。很多人做了1个星期之后，就会发现早晨起床时的头晕感明显减少了。让我跟你分享一个真实的故事。陈雅文38岁，在一家会计事务所工作。他每天早上一起床就会头晕，有时候还会感觉脚软，走路的时候需要扶着墙壁，他以为是自己太累了，或者是贫血，所以一直没有特别在意。直到有一天早上，他在下楼梯的时候突然脚一软，整个人往前倾，幸好他及时抓住了扶手，才没有摔下去。那一刻他真的吓到了。他来找我的时候，眼睛里充满了担心。他说：医师，我是不是生了什么病？我才38岁，怎么会这样？我帮他做了详细的检查，发现他的身体其实没有什么大问题，问题出在他的生活习惯，长时间坐在办公桌前，很少运动，加上工作压力大，睡眠品质不好，导致他的平衡系统长期处于待机状态。我教他做这3个动作，每天早上起床后花3分钟，在床边做原地抬膝。一开始他也觉得半信半疑，但他还是照做了。
2个星期后，他回诊的时候，整个人的状先太完全不一样了。他说：“医师，我现在早上起床不会头晕了，而且我先生说，我走路的速度变快了，不会再像以前一样慢吞吞的。”他的儿子也注意到了，跟他说：“妈妈走路变快了。”我跟他说：“你不是老了，只是线路休眠了。现在你把他们唤醒了，你就回到原本的状态了。”让我们来分析一下陈雅文的情况，因为他的问题其实也是很多人的问题。我把他的状况归纳成3个主要原因。第一，早餐习惯不规律，陈雅文经常赶时间，所以早餐不是不吃，就是随便买个面包配咖啡这样的饮食方式，无法提供大脑和神经系统足够的能量，导致血糖不稳定，神经传导的效率也会下降。第二，睡眠品质差，压力荷尔蒙过高，他每天晚上都在想工作的事情，常常翻来覆去睡不着。当压力荷尔蒙升高的时候，肌肉会失去即时反应的能力，就像是机器的零件生锈了一样，反应速度变慢。第三，下半身活动量不足，他每天坐在办公室里至少8个小时，脚底的感觉神经长期没有被刺激，大脑和脚底之间的电话线就会变得不灵敏。这3个问题叠加在一起，就造成了他早晨起床时的头晕和不稳。但好消息是，这些问题都是可以逆转的。每天3分钟的重启训练，能让神经重新配对，让大脑和身体之间的沟通管道恢复顺畅，再加上调整饮食和作息，效果会更加明显。这不是魔法，而是科学。你的身体有自我修复的能力，你只需要给它一个机会，它就会回应你。现在我要给你一个完整的方案，我把它叫做医师的7步平衡 SOP。 这7个步骤是我综合了多年的临床经验，整理出来最有效、最简单的早晨平衡唤醒流程。第一步，起床后喝200毫升温开水。温开水可以快速唤醒你的消化系统，促进血液循环，让身体从休眠状态进入工作模式。第二步，坐在床边，背部挺直，保持30秒。这个动作可以让你的血压慢慢调整，避免突然站起来造成的姿势性低血压。第3步，做3个平衡唤醒动作，就是我刚才教你的原地抬膝、左右重心转移、反向提踵。第4步，进行10次深呼吸，用鼻子慢慢吸气，感觉空气进入肺部，然后用嘴巴慢慢吐气。深呼吸可以启动副交感神经，让你的身体更放松、更稳定。第5步，在房间里轻松走动，不用走很远，绕着床边或房间走1圈就好，让你的脚底感觉神经接收地面的讯息。第6步，吃一份含有蛋白质和好油的早餐，例如鸡蛋、豆浆、坚果、酪梨，这些食物可以稳定血糖，提供神经系统需要的营养。第7步，出门前对着镜子微笑1次，微笑可以释放脑内啡，让你的心情变好，也让你的神经系统更有活力。记住，这不是运动，而是每天对身体说早安的方式。我知道你可能会有一些疑问，让我来帮你解答。问题1，如果我做的时候会晃动，是不是代表我做错了？
不是的，晃动表示你的神经正在学习，就像小孩子学走路一样。一开始一定会摇摇晃晃，但是多练习几次，就会越来越稳。所以不要担心，继续做下去就对了。问题2，我做完这些动作都没有流汗，这样有效吗？当然有效，这是神经训练，不是肌肉训练。它的目的不是让你消耗热量或增加肌肉，而是让你的大脑和身体重新连线。所以没有流汗是正常的，不代表没有效果。问题3，如果我做反向提踵的时候，脚踝会痛，该怎么办？如果会痛，请把动作的幅度调小一点，不要急着做到完美。先从你能做到的范围开始，慢慢增加。如果持续疼痛，建议你先去看医师，确认脚踝没有其他问题。记住，慢慢来，就是最快的路。不要跟别人比，只要跟昨天的自己比较就好。每天进步一点点，你就会看到改变。今天我们一起学习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：平衡不是天生的，而是需要每天练习的。每天5分钟，让你的大脑重新记得平衡这件事，让你的神经系统在每天早晨醒来的时候，能够快速的连线、校准、启动。我希望你能想象这样的画面：一位年长的阿公或阿妈，在早晨的阳光下，稳稳地走到家门口的阳台，呼吸新鲜空气，脸上带着微笑。他们不再害怕跌倒，不再担心自己站不稳，因为他们知道自己的身体是可以信赖的。如果你愿意从今天开始，请在留言区写下“我从今天早上开始重建平衡”，也请你把这支影片分享给你关心的家人朋友，让他们也能更稳、更安心。最后，我想送给你一句话：稳是最美的力量。谢谢你的收看，我们下次见。